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要教大家客家话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丽嘎，今日要教大家客家话客家话。没错，又来到我们教客家话的单元啦，是不是超级久？咚啾，没碰一下台面呢？没错，因为亚波也真也懂某还管黑很忙的关系呢，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更新我的影片。不过呢，在这疫情的当下呢，当然呢有多时间再老大家听下来分享我搞好经验。韩国那边要教大家嘅客家话，教大家客家话。我说今日我要教大家乜嘅客家话呢？大家有看到我今天一身装扮吗？没错，今天呢就是要教球类的客家话，一起来看吧。耶，球类的客家话，那今天呢又要配合哪一首童谣，用它来教大家客家话呢？客家话呢就会这样，噔，摇摇踏踏，摇摇踏踏里面呢来教大家客家话。我说呀呢，引出先用它来念哦，先一起来念这首摇摇踏踏的童谣吧。摇摇踏踏，摇摇踏踏。丙农烏一，丙農烏一，騎馬過橋，騎馬過橋，倒位失車，倒位失車，愛走唔走，愛走唔走，捱秋一卡，捱秋一卡。没错，这是呢摇摇踏踏，摇摇踏踏亚苏狗 Q。不过呢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是很难教幼儿园的，懂难搞幼儿园，因为让他给幼儿园给小朋友，跟我们现在以前的时代呢已经长懂到嘞。故说呢，老弟就讲哇，要还条白的童谣，还嘛个意思？其实呢，有时候小朋友他们没办法吸收进去。那这首摇摇踏踏要怎么教呢？现在呢，就一起来教大家吧。一开始会很记得看图，怎么说呢？来，有前向有小朋友讲，小朋友，你们来看看图片。有什么游戏呢？礼拜度呢有要跳格子，跟一些骑马打妖怪啊，或是这个有看到签筒吗？也有人说这是有插插有插插的一个声音这样子。那其实啊有插插，也有人说呢是摇摇踏踏，就是摇摆踏来踏去的意思。这一首摇摇踏踏呢，其实呢是很传统，懂传统嘅客家童谣。唔过亚素嘅客家童谣念有呢，那其实也在说以前人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一些游戏。那我自己觉得说，其实也延伸到以前人都是非常满足的，简单单的就可以满足以前人的娱乐现况。不过呀，给小朋友懂幸福嘅，故说呢，亚素有他，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在可以去想象，但是他们可能很难想象得到，以前人的生活是这么的简单，就可以这么的开心哦。所以我现在发现现在小朋友真的非常幸福，一定要好好爱你们爸爸妈妈哦。那不过呢，这一首童谣呢，我就会延伸出来说，他们呢在玩什么游戏呢？秋游呀，骑马打妖怪啦。那小朋友你们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？我就会延伸出来教大家呢，球类嘅客家话，球类的客家话喽。好，那其实一开始呢，我就会准备了很多球类的图卡。不过呢，这些图卡其实我都是会跟着学校的课程来一起呢，来设计不同的考场。比方讲，要不诶，嘅好教啊，记得七家反义嘅考场，记得会教。比方讲，溜滑梯啊，或是说画图啊，一些学校生活上喜欢做的事情，那我就会把它延伸到那边。那最近我的学校呢，他们其实就在教球类。就是不论是足球啊、亚黑呢、篮球啊、网球啊等等的，古时候呢，我就会准备也就动到嘅小图片，比方讲亚黑马嘅球、橄榄球、亚黑马球、保龄球、亚黑马球、羽球，那这些球嘅呢，亚哈我就教大家用白嚟念哦。第一呢就係網球、網球、第二呢就係籃球、籃球、足球、足球。那像我就会一身装扮，看小朋友说，来，这个就是足球衣，足球嘅衫。那用这些食物呢，来带小朋友呢一起来认识，因为球衣跟篮球衣等等的，其实都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那可以做这些延伸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呢就会棒球、牙球，当然也可以教小朋友做动作，然后请他们出来模仿一下。棒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可能就挥棒给你看，这样让他们更有印象哦。保龄球，以及呢羽毛球，
羽毛球、羽毛球。没错，那这些球类当中呢，其实呢就可以衍生出来非常多的游戏。不过为什么会那么小张呢？当然是要玩游戏啦！呀哈秋 Q 哈了 ，Go 喽 Go！ 摇摇踏踏，摇摇踏踏这一首歌曲念谣呢，其实就在说以前人的游戏。那小朋友，你们现在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？那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也会分享说，比方说，有去亚斯夜市呢套圈圈啊，或是说呢我去夜市丢那个9宫格。那当然呢，我就想到可以让小朋友来玩9宫格的游戏，带他们闭着眼睛呢来到亚斯迪度，我们抽来告呀9宫格给游戏。那个9宫格的游戏呢，我会把所有的球队呢，第一个呢先贴上去，变成9宫格。9宫格以后呢，听你懂葱优呢，就要请老师来切西瓜喽。我说呀哈，哎，切西瓜就是把2组分开来，这边一组，另外一边一组。而走马给呢，当然就是要比赛喽，比赛喽。那其实，在比赛之前，一定要跟小朋友很清楚的说到，比赛只是个游戏。错的话没关系，千万不能怪别人，因为呢，亚黑耶都后给练习，这只是练习而已。那其实让小朋友不要有比赛得胜心太重的一个心态。那我觉得在前面讲这一些用语呢是非常重要，让小朋友更加了解，也减少了一些可能会取笑别人啊，或者说责怪啊一些麻烦这样子。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哦。三下来出来共鼓一阵喽，这时候呢就是要小朋友互相听数给时间喽。那我接下来呢就会邀请2位小朋友，一人一个小球我会拿一个黏黏球呢让他们玩，因为他们其实也会说，我最喜欢玩的球就是黏黏球，所以呢他们非常喜欢这个黏黏球，一个在市售应该10块20块就买得到了。这时候佳佳老师不会说什么球你们就要丢哦，所以你们自己要胸宽呐，你丢会马给球给哈嘎发。你们会什么球类的客家话？丢了以后呢，你就有机会可以连成一条线。那他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，箭斗三条菇，比方说太阳祖先了，那他就可以先选择公要哪一个 Q 位呢？比方说中间的 Q 位呢是篮球，那他可以先说我篮 Q， 他会的话就可以丢，我就把这边中间画一个太阳，就变成一个圈圈叉叉的概念。那小朋友他们就会一直在思考说，哇，这些球类要怎么讲，要怎么讲？那当然呢，每一组呢也会偷偷的告诉出来玩的小朋友，也促成一个互助的状态。非常的天数，还够听错爱低调爱记得很马给 Q 因为为了得分嘛，那小朋友就会很努力的呢去学习这些客家话。其实呢也是吸引小朋友也同好嘅方法哦。那佢生下来呢，搞睇嘅遊戲以後呢，當然咪要跳下嚟衝衝跳跳啦。故所一下，然後跳下嚟彈下數，搖搖踏踏。觉得很好听呢？我当然说很好听啦，没有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听，因为这首歌里面呢有吸烟 Q， 然后花丢 Q。古时候呢，其实每周的老师朋友跟我们客家呢，其实有分5大腔调，四海大平安。这首歌曲很刚好的就是它度后有用在 Q 跳，我说欣赏每周的 Q 它来运用一下哦。这个玩法呢，当然可以让小朋友看看这个封面，一是很有它领导乌鸦体麻沟首尾心想，谁被抓到了呢？不要小看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可是很有魔力的。只要小朋友呢讲了2遍的话，让他们玩这个游戏，一下子就背会了。所以其实有它不会难哦。任何老师或是家长都得吃宽呐呀，有它呀是狗 Q。除了歌曲好听以外呢，当然也可以搭配许多游戏，还有更多延伸的智慧，让更多小朋友也喜欢客家话客家话。鼓手呢，迄个欣赏
嘎总也係呢多多好朋友，你们也有其他教学的想法的话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或是呢，好爱看哪一首歌曲用版来搞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悠悠客家小编哦。那当然，小编都会帮大家解决啦。故說佢朋友呢，一個悠悠塔塔呀 Q 女嘅客家話就到下面結束啦。從太感謝先，我們下次見咯，張來了，拜拜。我記得哦，聽讚。按小铃铛，喊个回用哦，拜拜。哦，这件衣服是我去世足杯看的，然后这是西班牙队。有人也喜欢 QQ 吗？QQ。